大家好，每年春夏交季嘅時候咧，喺一啲茶鋪你都會留意到，佢哋會出售一啲價錢較高嘅明前綠茶。其次咧，亦都有一啲價錢相對平一啲嘅雨前綠茶。究竟乜嘢係明前茶，乜嘢係雨前茶呢？係唔係明前茶又會較為好一啲呢？明前茶就係代表清明之前採摘嘅茶葉。清明之前氣溫仍然比較低，茶葉受陽光照射嘅時間亦都比較短。茶葉裏邊內含嘅茶多酚以及咖啡因呢一啲苦味成分，亦都相對少喎。所以明前茶鮮爽滋味會較為突出一啲，而且茶質你會覺得比較薄，亦都冇咁襟沖添喎。一般明前茶嘅原料就會製作成為綠茶為主啦。另外雨前茶嘅意思就代表每一年嘅時節去到清明之後，穀雨之前中間嗰15日所採製出產嘅茶品。由於清明之後氣溫漸漸上升，日照嘅時間就漸漸增長啦。茶裏邊嘅內含成分就會更加豐富，茶葉生長嘅速度亦都會更加快。茶農都會積極咁樣採用雨前茶製作綠茶或者黃茶。對於中國江北茶區，比如山東呢一帶嘅地區，或者去到韓國同埋日本呢啲茶區，由於天氣喺清明之前都係比較凍嘅，茶葉都未咁快可以出芽成長，所以當地都係會採摘雨前茶為主嘅喎。至於江南茶區，譬如杭州啊、江西呢啲等地，由於喺清明之前，即係講緊3月中、3月尾開始，天氣已經漸漸回暖，所以當時候茶葉已經發芽啦，已經開始採茶製作綠茶。你會發現標明係明前茶，主要都係以綠茶呢一個類別為主。至於中國其他茶類，一般都唔會好註明係唔係明前茶嘅喎，因為主要綠茶係採摘較幼嫩嘅原料去製作，所以綠茶嘅滋味就會鮮爽啦。比如係烏龍茶同埋普洱茶都會採用成熟啲嘅茶葉，以及茶葉內含成分豐富嘅原料製作，繼而衍生出烏龍茶濃郁嘅香氣同埋回甘明顯呢一個滋味特色。另外，普洱熟茶需要喺製作時候經歷發酵，故此採用成熟嘅芽葉原料，會令到茶葉更加順口，更加襟沖泡添。所以每一個茶類由於佢哋嘅採摘標準或者佢哋嘅製作原料嘅要求不同，導致唔同茶類都會選擇喺唔同嘅時節裏邊進行採摘嘅喎。雨前茶同埋明前茶都各有特色，所以不妨喺夏天嚟到嘅時候，可以嘗試下雨前綠茶或者明前綠茶，了解茶同時節之間嘅關係。